加拿大聯邦政府推動西海岸輸油管計劃取得重大進展。總理卡尼宣布同卑詩省達成一項幾十億加元合作協議，包括承諾一旦油管項目帶嚟環境風險，卑詩省將獲得補償。省長尹大衛話唔會循法律途徑阻撓油管計劃。聯邦政府同亞省早前簽署協議，計劃興建一條或者多條由私人出資嘅輸油管，將亞省石油輸往卑詩省西岸，再出口海外。一直質疑新油管計劃嘅卑詩省省長尹大衛星期四宣布同聯邦政府達成合作協議，條款包括一旦油管項目為卑詩省帶嚟環境風險，省府將獲補償。尹大衛表示唔會循法律途徑阻撓油管計劃。We do not have the authority to stop a new pipeline. We will not be going to court to fight a pipeline project. Pipelines are federal jurisdiction. That's why this agreement matters. 聯邦政府同時承諾維持卑詩省北海岸嘅油輪禁令。根據禁令，再有超過12500公噸原油嘅油輪不得喺卑詩省北岸指定海域停靠或者裝卸貨物。有分析認為，維持禁令意味日後新輸油管路線選項將會受到一定限制。聯邦政府喺今次同卑詩省合作協議中，亦都承諾支持三角洲市羅伯茨班克碼頭擴建計劃，同為嗰個省嘅鋼鐵同軟木業提供支援。總理卡尼唔肯正面回應係咪通過利益交換以換取卑詩省支持輸油管項目。